哈哈，我忘记开麦克风了，怎么会没开麦克风？好，来先跟大家打招呼。嗨 ，Mickey Mouse 晚安。虽然他去煮晚餐了，所以应该是不会出席。然后 Kamisaka 也是来签到一下，然后还有阿杰也是要去上会，先挂台。好，然后那看来我们现在只有3次方在看呢。嗨，3次方晚安，欢迎欢迎。好，那刚刚先跟大家强调的重点呢，就是除了今天的突发之外，我们等一下在晚上7点的时候，还有一个歌回。对，那个比较重要，那个要看，那个比较重要啊。今天这个突发呢，就是我们紧跟时事，然后就想说我们赶快来涂一下这样子。好，那废话也讲完了，我们可以来进行今天的最重要的主题啦。好的，那总之呢，我们就是准备了这个俄罗斯门轮盘，里面有5首是正常的 Lemon， 然后1首是中文版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会抽到哪。大家如果有看我们今天直播的标题的话，就是转到中文版 Lemon， 直播就结束。完了，歌回肯定是会跟，好，没问题。我跟大家小那个就是小透露一下，就是 YouTube 的后台啊，我们看聊天室那个字真的是蛮小的，所以。因为字真的蛮小的，我刚刚把歌回肯定是会跟看成歌回肯定是会线，我想说，我都还没有开会员就可以开会线了吗？我也是蛮想开的。对，对啊，之后有那个可以开会员之后，我可能就会打算把那个歌回可能就会做成唱完之后会转会线这样子的，也偷偷跟大家透露一下啦。好，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个我们抽到了，所以会有 Y 的部分吗？不会。你是说那个吗？你是说那个 Lemon 里面最经典的维吗？等一下，我只有说要玩俄罗斯轮盘，没有说我要唱难道我要唱吗？你们是期待我会唱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一天的忧郁，忧郁起来；那一天的寂寞，寂寞起来。连同着迷这个炎炎夏日，万般滋味，那个你都化作了烙印，在我心底挥之不去你梦的香气，在晴朗驱散大雨之前都无法被抹去，如同脚下一口柠檬那样让我难忘记。你是我永远驻足眺望的唯一那束光。刚点进来耳膜就被爆破，对不起啦，对不起啦。你知道有一些很犯贱的事情，就是不做还蛮难受的，所以不是。唐突系 VTuber 啊，唐突系 VTuber 叫假的对不对？还有字幕，主播好用心，那个加那个表情符号才是那个精髓，好不好？犯贱不是，我说我犯贱，我犯贱，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等一下7点见哦。不是。是怎样啊？开了这个突发，然后就是把大家的耳朵也炸了，也不用听歌，然后把自己的喉咙也炸了，也不用唱歌。好啊，都这样玩啊。等一下7点会线要怎么搞？不知道想知道怎么搞的话，等一下7点就来吧。谢谢大家。嘿呦，晚安。嗨，星云夜，你猜？现在整个小马鼠都知道这首歌，你放出来哦，真的假的啦？好。我们那个不要歹戏拖棚，就这样，7点见，拜拜。好想这个仿佛没有读过书的歌词，真的思思坏放来不及关，死掉了。耶，不用迫害思思也可以搞到思思，好爽哦，好爽哦，怎么会这样？好啦，那个等一下7点的会正常很多哦，等一下7点的那个歌回是蛮正常的哦。好。那我们不见不散，我要去吃晚餐了。
那个大家那个等一下如果有闲情逸致，耳朵还没坏的，可以买晚餐来配我7点的歌回。那预告一下，会有民音歌曲以及台语歌以及色色的歌。你猜一定会唐突不正常？我觉得能被你们猜到的话，就不算成火蛇了。但对，好啦，真的歹戏拖棚，歹戏拖棚。我要去吃饭了，拜拜，谢谢大家，7点见，7点见，谢谢。